Hello，有历史书吧，就是话，明明去讲明，历史书带我谁跟你写了？说故事背呀嘛的嘛，但么子我谁跟你写了？啊，你告诉我呗，明明有阿英子，说实力，但我带的背那么我明我去发家我们带我背嘛啊，你写了嘛？明明有历史不？阿美国我爹说历史，明明有加拿大我爹说历史，明明有农民我爹说历史，明明泰民我爹说历史，马来西亚我爹说这个不？阿里国我爹说历史背我明，历史背人家听历史的嘛？我里边俺明明有历史故事也大的呀，你话听什么个听好的呀？对啊，你话听什么好的呀？对啊，有历史故事嘛？那阿里日嘛的是啊，明我听里边嘛你说，这里男人你说嘛啊？有历史故事嘛？那你还啥很多啊？嘛就啊嘛，明明有啊个八卦故事嘛，个听着的种。我不知道有历史故事我没听着的种了，但明我听里的价值啊，我不知道爸妈不拉那么很过。有历史故事的嘛呢？阿拉过年里年说那听着有历史故事，但嘛还都听着嘛的的。我你嘛过一两年去讲啊，比到有历史是不在的的，到我的口的的时候你想啊。